北安商业区市地重划工程总面积有37公顷，总经费大概10亿余元。在这个重划区里面呢，它被定位为安南副都心，所以重划开发完成之后，可以提供22公顷的商业区可建筑用地，另外还有15公顷的公共设施用地。在这个里面，我们有做了一个滞洪池跟特色公园。那么在重划工程进行当中，水利局也做了一个抽水站。那么将来在112年，希望重划工程可以如期如职的完工，同时抽水站也可以启动，来服务当地的地方。北安商业区抽水站，那这个抽水站体呢，整个总经费是3.55亿元。那我们在去年4月份开工之后，在今年的11月底来完工。那目前呢，整个抽水站体呢配置了5台的4.5 CMS， 总抽排水量呢大概有22.5 CMS。这个重划区有37公顷，那加上过去有一个草湖寮重划区有46公顷。那这因为整个的重划区的开发之后，讲对我们的整个当地的排水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配合我们这个抽水站体还有呢再加上地政局呢在我们抽水站体前也开辟了一个2公顷的一个在6.4万吨的一个前池那这个部分呢设置完成之后，我想可能包含的我们的北安路3段、安中路1段路口过去有些积淹水的问题可以大幅的一些改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在历年来，一直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投入了大笔经费来整治这个淹水的问题。那也感谢我们中央的立法委员也争取经费。那我们水利局也向水利署来跟他们合作，还有营建署来合作，还有我们地政局根据这个市地重划的部分来把这个地方土地规划出滞洪池跟抽水站的用地。那所以说这个草湖寮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滞洪池就应运而生。那我背后这个抽水站总共它的抽水量能是很大的，总共有22.5 CMS， 就是每秒钟可以抽22.5吨的水。这个抽水量能很大，再加上原来的这个抽水站0.5，所以总共每秒钟可以抽23吨23 CMS 的这个抽水量。所以对于如果将来短延时强降雨会造成淹水的话，我们就可以赶快启动抽水站，能够把这个淹水在最短的时间内排干净。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最大的保护作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农历春节将要来到，迎接112年兔仔年，市长黄伟哲以万兔顺利作为春联的吉祥话。上午会同民政局、甲文化局以及各区区长、甲代表做伙举行春联甲红包设计发表会。现场佮邀请南营书法协会理事长戴基南来写毛笔字，现场充满过年气氛。伫民政局长江玲煌的邀请，南营书法协会理事长，同时嘛是前民政局的专委戴基南来现场会考，以着流畅的笔意甲稳健的字体，写出旺兔顺利的春联贺词，希望传递春节合家团圆。诸事圆满顺利的祝福。旺兔顺利的部分阮是经差不多要将近到100个，尤其兔年的时阵要安怎上义兔迎春啊，什么会市长就是选这个旺兔顺利，因为兔迄个今年兔年那个今年是属于癸卯年癸卯年的部分，伊迄就是阮小可有一个讲朝阳，下早时尤其兔。就是火药所以市长嘛讲，希望讲迄个，因为去年是疫情今年会希望讲疫情已经减缓之后呢，这个我们的经济能像兔子一样的跳跃一样有这种活力。副市长叶铁山伫听完局长的介绍春联贺词的联想，嘛表示肯定甲用心。一方面希望百工百业大家拢会用满意，另外嘛有兴旺甲顺利的意思。要有百工百业，大家拢会满意
这个贺词真正是无简单算，所以感谢江局长及同仁们大家的用心，选出了今年的贺词“旺兔顺利”哦。这句对我来讲哦，有3个意义了哦，有3个意义。当然就是字面上“旺兔顺利”，就是各行各业新的一年都能够怎么样，非常的兴旺，非常的顺利哦。那第2个意义是什么？它有一点英文的 I want to 什么哦，就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了哦。所以我觉得连英文哦都能够套得上，也非常的不容易。那另外第3个意义是什么？旺兔顺利变成什么？万兔顺利，万兔顺利就是什么呀？要大步向前，所以也是希望说，新的一年大家都非常有拼劲、有干劲，继续往前冲了吼。民政局长表示，伫12生肖当中，兔甲12地支的卯是对应，称作卯兔。有黎明甲充满无限生机的意思。112年春节的春联，预计有37区公所，对1月9号开始发送到全市市民的家户，同时嘛开放明地甲印华中心的市民服务中心，提供民众免费索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国历1月6号，就是虎年最后一届天赦日。民俗专家就提醒民众，会当把握虎年的天赦日，查亚人或者是挂壳的应景歌，到天公庙去参香忏悔度厄运。迎接新的一冬，台湾手庙天坛嘛准备900份的福地，内面有金纸、面线、平安水、素文等可疑贡品，象征吉祥长寿、步步高升。虎年最后天赦日就伫咧国历1月6号。民俗专家就呼吁大家，想要清理未顺的运势，就要把握机会。建议会当准备鸭卵，或者是炸卡年糕到天公庙参香忏悔度奥运，清清气气来迎接新的一冬。最后一个天赦日，天赦日就是在见天，或是到台湾守庙第一日点家大家求忏悔。那天公庙也有准备祈福袋。还有今年特别，因为是虎年，所以天公庙特别加强鸭蛋。因为虎就是爱食鸭卵啊，吃鸭蛋，吃鸭蛋以后，人生可以金蝉脱壳，从此以后身体、事业、婚姻、财力都不会再鸭蛋，就是期待明年万万万。台湾手庙天坛竟准备了900份的天赦日福地，内底有金纸、面线、平安水甲素文等可疑贡品。象征吉祥长寿、净化心灵、步步高升。这寿面就是平安长寿的意思。好，那平安水净化心灵，糕饼步步高升。那这个鸭蛋呢，就是祝福大家可以破壳重生，还有金蝉脱壳的意思。若是东港无抢到福地的民众，由下太子爷团队嘛伫现场准备了100粒鸭卵。配合白米甲金纸，买当互信众伫天赦日即天得到祝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方便民众采买年货，南园冠村文化馆甲南区新成里，为1月5号开始，将伫台南市立棒球场边仔棒球大道举办台南冠村年货大街活动，邀集各冠村的美食店家来摆档。并且提供公益团体免费的义卖单位，让活动更加充满爱心。看到桌顶摆满各式的美食，有烟肠、腊肉、山东大饼、各式的泡菜、辣椒等，互人想到农历的春节哪来哪接近。园林美宴特别邀请南营冠村文化馆、南区区公所加新成里共同举办的台南冠村年货大街，将对1月5号起。伫台南市立棒球场边仔的棒球大道来举办，提供民众方便来采买年货。
在每次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想尽办法把这些过年的就是在建村里面的美食再年菜再一次的集中起来。所以在每次的建村年货大街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像山东大饼啦、干子头啦，还有狮子头啦、锅锅头的这些建村比较道地的面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们的腊肉啦、我们的香肠等等。所以也希望说在今年我们1月5号到9号，我们一样在棒球场那边1月5号到9号那这里面我们也希望大家过年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爱心散播在给大家。这个满20年的这一次活动来讲的话我们其实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就有在想说怎么样子把它办得更好。对，那除了说我们大家都会想到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公益团体以外，那我们还有包含像街头艺人。对，街头艺人的话，我们也都是有邀请他们过来做一个展演的部分，那也让他们就说接受大家的一个就说爱心的一个贡献。那除此以外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对于公益方面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其实大家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是非常用心的，希望把这个活动给它办得很好，然后让这个活动能够充满了一个年节的一个气氛。台南冠村年会大家对2004年举办到今已经满20档。在冠村年会市集活动中，嘛特别提供公益团体免费义卖的摊位，现场还有街头艺人的表演甲摸彩。另外嘛安排闯关的活动，只要参加的民众就送包仔，每天限量200位。活动对1月5号到9号。欢迎加入冠村文化甲美食，千万袂用错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安平5期一间便当店，负责人周恒轩甲建平里办公处合作，伫营业时间每一天准备代用餐，提供爱心便当，帮助你来继续旅好。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互更加侪人感受社会温暖。餐饮系毕业，今年才26岁的周恒轩，去年7月伫安平裕平路开设一间便当店。因为曾经伫建平里的活动传单中，发现建平里有爱心花，而且拢会固定来帮助你来寄收入户甲便员户，因此嘛甲你办公处来合作，推出爱心代用餐。我们店本身有在做代用餐这个东西，这个算是行善。然后为什么会接触到代用餐这种东西呢？这就是因为从我父亲的教导说，这个社会就是要你从出社会之后，你要回馈给这个社会。那么我会做这种东西，是因为平常想说我一整天都待在店里面，没有时间去行善这个动作，所以呢，我想说借由这次的代用餐，我可以很多行善的机会给有需要帮助的人，或是低收入户的人，我可以做更多事情来努力，来回馈这个社会。透过里长傅建峰的媒合，便当业者周恒轩每天提供5个爱心代用餐，由着里长媒合真正需要的里民前往领取。因为他看到我们在我们的传单里面知道我们有爱心会，他平常的赞助有困苦的。那他就提出他的业务方案，说希望把那个爱心呢送给一些贫困者、有需要的人。他目前是暂定供应的，每天是供应5个便当，每周1到每周6都有。那这5个呢是由我来筛选的，就是我在我们里面找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人，他们真的生活上真的有困苦的。这5位每天过来请他们过来这边领便当。周恒轩抱着行善为本，自细汉就被教导爱有善良的心。创业以后嘛欢喜帮助人，加上建平里嘛准备成立食物银行，透过合作，希望会用为食物银行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
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师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是个林德糖厂文创园区推出新春节目，叫做“道义有道”，并且安排搭水果来甲10个吉乐团合作演出。另外，阁有各种的设施甲美食，适合规家伙仔、大小朋友过年期间坐闹佚佗。震撼的鼓声搭配着效果杂交的灯光，这是石鼓集乐团伫今年新春所推出的新作品《道义有道》，出材自日本诗集《一插聊天顶的故事》。使用的配机上的话，有比较多的小的金属乐器，方便于他们行走跟奔跑，然后加入了那个日本警察的哨子，就是去哔哔，然后让大家更有代入感，并加入了一些 sub， 还有一些电子音效，还有那个警报器，对，然后让观众他们在追他们这样子，来回配合灯光这样子，让大家会看完之后，除了心情很好之外，也感觉到很刺激。
作品将伫初一开始演出到初五，这部也安排搭水果甲观众互动。另外，除了看这部，来西园区也是一个较好的选择。那呢，在石鼓人堂文创园区呢，这一次呢也推出3大的必看、必玩、必拍的3大攻略。首先，必看就是我们的定目剧的精彩表演。那呢，必玩当然就是我们园区非常热门的一个极限体验设施，还有我们的必拍，我们精彩又漂亮的完美打卡拍照景点。会当欣赏表演，也有各种设施甲美食会当享乐，非常适合全家大细好朋友来斗阵佚佗。大家毋免惊过年无所在，通好去咯。想要了解更加侪资讯，会当就网站来查询。台南市卫阳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112年重点学校联合运动会将伫1月6号登场，5号上午先伫永康区开庭宫举行点燃盛会仪式。市长黄伟哲亲身出席典礼，并且由副市长叶哲山主持点燃仪式。祈祷比赛平安顺利，也勉励选手勇敢突破，取得好成绩。正火引人，我们有请我们的局长，还有我们事务次长，还有我们的主委引人我们。副市长也贴上引人盛会，各交予选手代表。台南市中等学校运动会将伫1月6号开幕。今仔日上午伫永康开天宫举行盛会引人仪式，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除了来参拜，祈求赛事平安顺利，也勉励选手会当摕到好成绩。那我们很感谢过去大家对于体育的深耕以及努力，在上一届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我们台南市有42面金牌，可以说表现得相当好。那这一次我们的市中运可以说是全中运的这个先声热身，但是事实上很多好朋友、很多同学都有杰出的表现。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表现，我们可以再找出更多这个运动很具有运动长才的我们的优秀的选手。那今天的圣火是由新化国中田径队开始接第一棒开始，那预料接下来的赛事会很精彩、很热闹，也很这个值得。具有可看性。市中运是台南市各个国中、高中选手的年度胜事。今年办理14项比赛项目，总共有3124位选手来参加。相比着顶一摆参赛人数，总共增加237个人，反映出台南市推动基层体育的成效。开幕典礼将伫新野田径场举行，欢迎大家伫比赛期间来替选手加油打气。台南市卫阳顺怀采访报道。财政部南区国税局9楼的艺文展览区，这届邀请到画家陈亮元来举办个展，展期一直到3月28号。南区国税局欢迎喜爱艺术的朋友前往欣赏亮元老师的油画创作。从事金融业，但亲爱着艺术。陈亮元为台湾银行退休了后，竟继续攻读台南大学视觉艺术甲设计硕士专班，追求伊成长的艺术之路的梦想。但老师的画风简洁亮丽，色彩雅致，结合自然，同时嘛真有创意。作品曾经伫咧全国油画展、台南地方美展、台湾国际艺术协会等多处得奖。这次就受到南区国税局邀请来设展。老师呢，他从小就很喜欢绘画然后他一直有多年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从这个美术科系来毕业因此呢，他从这个银行退休以后呢，继续去攻读这个台南大学的视觉艺术跟设计的一个硕士专班那我觉得他过去呢是被银行业耽误的艺术家这样子对，那老师的作品其实我们从这篇作品上来看会觉得是说他真的是感觉就是色彩真的是还蛮丰富的然后有结合了一些自然然后就是欣赏这些油画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让人家感觉到有一种很宁静的这样的一个美丽感谢国税局这边可以提供这么好的环境来让大家观赏。那另外也感谢
布展的时候，王北北还有清华帮忙协助我布展。也感谢，其实最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因为所有教过我的老师在这边也谢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才有今天的我。这次展出作品涵盖写实、写意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作者透过家己对着景色发想甲感动的呈现，创造非常具有艺术水准。南区国税局欢迎市民大众自1月4号到3月28为止，来到国税局9楼艺文展区来看展览。台南新闻张硕为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